高雄市真正因为这修剪树仔破坏着粉鸟莺的鸟巢，佮把这鸟仔囝掠走，引起争议。落尾是用一卡菜篮替这粉鸟莺的龟口罩做一个收，佮因为这包厢伫咧整修古迹的时阵伤过差，竟影响到鸟仔囝的成长。高雄鸟会着呼吁文化局爱赶紧停工。今仔日这脚踏车已经先刷到别位去啊。 粉鸟莺的鸟母伫鸟巢无用咧饲两只鸟仔囝，现场除了汽机车的声，佮会当听到施工的噪音。其实里面还是有敲打的声音，啊，然后门外面有怪手。9点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母鸟带鸽子过来，带食物过来鸟巢里面。自从鸟莺一家伙仔团圆，高雄鸟会志工逐工拢来。 虽望树骹有围起来，希望莫搅了鸟仔饲囝。不过现场施工的噪音实在真吵，鸟会烦恼会影响到两只幼鸟仔。公布鸦片，呼吁文化局先停工。初七就看到原本停在门口的怪手离开现场。拆了人家的房子之后，然后觉得想要弥补它，然后就弄了一个违章建筑让他们去住，那他们也住下来了。 可是我们还是在施工，施工的分贝其实有时候会高达100分贝，会就是尽量用，就是说木料的检视，还有做轻度的清理的部分，去避免制造出声响跟噪音的部分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工，在雏鸟离巢之前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重机具进场。 文化局表示，现场是空军交泰所的修复工程，按算明年中完工。进前包厢修剪树仔，损害鸟巢，佮甲鸟仔囝掠走，想袂到即马佮发生施工噪音伤吵的事件。文化局承认因无注意，会调整施工的顺序。记者陈嘉文、罗维哲高雄报道。